屏东县的动物之家开幕要一档咯，也毋过县议员就发现讲，动物之家的预算是一档比一档较少哦。今年才1300多万，平均照顾一只动物一工才68块，因为空间嘛无够，嘛发生人甲猫仔做伙办公哦，实在是真离谱。对门口行入去，就看到3个铁笼仔放伫柜台边啊。伫办公室内，一人就甲办公桌仔踩做伙。流浪猫仔有的咧啉水，有的咧拄龟。这是屏东县的动物之家。进前就有屏东县议员来，看到人甲猫仔做伙办公的画面，认为天气遮尔热，员工为着省电，煞毋甘开冷气，互猫仔甲员工做伙互热，伤过离谱。我们的预算是没有给他电费吗？还是没有给他足够的预算？538乘以135，再乘以365天，应该要给他将近2500万的预算。当时的主计处说什么？因为刚成立，收容数不会达到满的量，所以呢，我们先不要给这么多。县议员陈勇表示，县政府予动物之家的预算一年比一年搁较少，去年拄成立便1955万，今年才剩1332万。逐工每一只动物的照顾费用对135块。减到今年剩67.8块，比高雄市甲平湖县拢减真济。动物之家表示，预算确实有减少，毋过甲猫仔带到办公室，拢是为着方便照顾，互要认养的民众较方便看猫仔。若是有需要开冷气，伊嘛袂当算。其实它也不拥挤啦，几浪安呢，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它的个性，因为跟它互动很快，然后会知道它的身体的状况，有没有拉肚子，有没有吐。因为家的空间大，而且你窗仔门开，甲外靠空气对流。那这些所编列的费用呢，其实也涵盖了我们的委外厂商的人事成本呐、这个使用空间的这个水电费、饲料费、医疗费、消毒费等等。屏东县农业处讲，动物之家目前收容量达到8成，要甲进步啊。对预算会搁来了解甲检讨，若是真正无够，会搁追加预算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